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區塊講解王。我哋呢個頻道就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去幫你講清楚加密貨幣、區塊鏈、Web3 背後嘅科技同原理，唔係炒幣，唔係 sell 夢，淨係想幫你明白到底呢啲技術係點樣運作，點樣影響我哋未來資產自由同埋網絡權利。有冇試過咁樣諗？其實如果條區塊鏈真係咁神奇，冇銀行，冇公司都可以自動運作、轉賬、收錢、買 NFT，但係咧，你知唔知背後其實係一班電腦一齊玩一場大型嘅遊戲，鬥快、鬥公平、鬥信任。每一筆你 send 出去嘅交易都唔係即時競得，係靠背後一套叫共識機制嘅嘢幫大家傾掂數。你可以當佢係區塊鏈社區嘅規則或者法律，冇呢套機制咧，成個加密世界根本用唔到。而我哋今日要講咧，就係最主流、最多鏈用嘅兩種方式：Proof of Work 工作量證明同埋 Proof of Stake 權益證明。但係咧，佢哋唔止係技術上面嘅選擇，而係一種價值觀上面嘅選擇。咁到底邊一個先係未來？邊一個先值得你嘅信任？咁今集區塊講解王，我用最簡單嘅例子去幫你講明白 Proof of Work 同埋 Proof of Stake 究竟係乜嘢，仲有點解條鏈可以唔靠任何人都可以贏得一筆嘅交易咧？仲有，其實佢哋背後各自都有一種哲學。咁我哋首先啦，就最原始、最經典嘅共識機制 Proof of Work，中文咧我哋都叫做工作量證明。喺區塊鏈世界入邊啦，每當有人發起一次交易咧，就要有一啲節點幫大家驗證。咁到底呢筆交易係咪真呢？有冇雙重支付呢？係咪有人想呃錢呢？喺 Proof of Work 入邊咧，呢種驗證唔係由一個機構去話事，而係由全世界嘅電腦叫礦工啦嚟鬥快解一套數學題。咁你可能會問，其實究竟啲題目係咩呢？咁其實咧，佢哋又唔係傳統嘅數學嚟嘅，而係佢哋要揾出一個符合條件嘅 hash，即係你要不斷咁樣試同埋輸入唔同嘅數字，直至你可以生成一條開始有足夠數量零嘅加密數字。咁每個礦工啦，都用電腦一秒試幾百萬次，基本上咧都係靠運氣。邊個撞啱先咧？邊個咧就可以幫你記帳。咁記帳真係咩咧？就係將最新一次嘅交易咧打包成一個 block，加入個區塊鏈度。咁呢個礦工咧就會得到獎勵，例如比特盾新發行嘅幣啦，同埋佢嘅手續費。你可以想象有1000個人啦，一齊玩一個開鎖遊戲。咁個條件就係你要試出一個密碼，開到個保險箱為止。而個箱入邊咧就有份記帳權利證書同埋一袋金。最快開到箱嘅人咧就可以寫低全班人嘅支出記錄，仲可以攞埋個獎勵。咁其他人咧就白做嘅。咁樣每個人咧都唔可以偷雞，付出你嘅資源咧先可以有機會贏。咁究竟係點解咁樣設計呢？如果有人想改變歷史，嚟改翻之前自己俾人嘅一筆錢，佢唔只係要解一次，佢仲要解晒以後全部嘅數，仲要快過全世界嘅礦工總和。咁樣成本其實高到冇可能達成，所以 Proof of Work 嘅安全性咧係嚟自一個做壞事成本極高，一個靠硬件、電費、時間、運氣去綁死。不過咧，佢都有個代價嘅。第一咧就係極度耗電，咁全球嘅礦工每日消耗幾十萬部礦機去計算啦，等於一個細嘅國家一日用電量噶啦。第二就係入門量就比較高，其實你要參加咧，唔單止要買貴嘅機，又要租地方，又要用電，要整冷卻，仲要咧成日升級。第三就係逐漸咁中心化。咁其實礦工而家集中喺一啲比較平嘅電力或者法規比較寬鬆嘅地區啦，例如德州啦。咁結果咧就形成一個大型嘅礦池壟斷啦，比原意嘅全民參與咧就差好多啦。咁我哋而家講完 Proof of Work，咁嚟到近年區塊鏈有另一個主流選擇啦，就係 Proof of Stake 嘅權益證明。咁 Proof of Stake 又係點樣運作嘅咧？同 Proof of Work 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唔需要打數學比賽，唔需要用電腦去計爆個 CPU，而係用壓注嚟爭取呢個權利。咁簡單啲嚟講，Proof of Stake 入邊啦，任何人只要將自己嘅加密貨幣例如 Ethereum 所謂一個智能合約入邊咧，就可以成為節點嘅參與驗證啦。你壓注越多，越有機會俾個系統選中嚟處理呢個新嘅交易。咁呢個咧抽中你，唔係話你就發達啦，係你要幫手做一樣嘢，要驗證一堆新嘅交易。並將佢哋打包成一個區塊。如果你成咁完成啦，咁你就會攞到獎勵。但係如果你做假、做交易或者唔上線咧，系統就會 slash 你，懲罰你 stake 嘅幣。我想象一下啦，就好似一個保險箱管理系統一樣。而家全世界都有一個超級大嘅金庫，咁大家咧就輪流幫住開箱同埋記低出入記錄。
如果你想爭住開個金庫咧，你就要自己拎啲錢出嚟壓住，證明你有夠誠意，有呢個風險承擔嘅能力。咁你壓得越多，你中選嘅機會就越高。如果你老老實實開箱記賬啦，就會有佣金啦。如果你亂咁入數，揾朋友走私，系統咧就自動罰你，直接扣晒你壓嘅錢。咁樣嘅設計有咩好處咧？第一就係節能環保，即係唔需要1000部電腦一齊跑，系統咧就抽一個人去處理就 OK 啦。第二咧就係容易參與，唔需要咧一啲好高階嘅電腦，普通嘅用戶都可以參與。第三咧就係一個高速高效，因為你唔需要計數，交易嘅驗證咧就快好多啦。咁 Proof of Stake 嘅代表例子就包括 Ethereum 喺2022年嘅 Merge 之後咧，就正式轉用咗 Proof of Stake 啦。咁啊，大大減低咗電力嘅損耗啦。第二，我哋有 Cardano 一直都用緊 Proof of Stake 嘅，主打一個可持續學術嘅審核，同埋 Solana。但係 Proof of Stake 都唔係完美。第一就係富者越富問題，你蝕得越多，機會就越大，咁就成為一個大戶集中化。第二就係節點嘅審查風險，如果你嘅節點數量唔夠多，有可能出現審查問題。咁樣嘅小總結就係 Proof of Stake 提供咗一個更加節能、更高效嘅方法，令更加多人都可以參加共識。但同時間要面對資產集中同網絡安全嘅平衡。咁下一段啦，我會直接攞 Proof of Work 同埋 Proof of Stake 擺埋一齊去做一場全面嘅對比。咁你而家應該明白 Proof of Work 同 Proof of Stake 嘅運作原理。但係如果我哋要擺埋佢哋一齊比較，到底邊個先係更好？咁其實個答案係真係要睇下情況。以下啦，我會幫你從幾個唔同嘅角度去清清楚楚咁樣比較。第一就係能源消耗，Proof of Work 啦就出名嘥電，成千上萬部礦機同一時間計數，贏家就得一個啦，其他人就白做。咁 Proof of Stake 咧耗電極低，唔使所有人都做嘢，淨係揀一部分壓咗幣嘅節點參加就 OK 啦。Ethereum 轉咗做 Proof of Stake 之後，用電量咧就減少咗超過99%。第二，安全性嘅問題。咁喺 Proof of Work，我哋係靠硬件、算力、電費堆積出嚟嘅安全問題，要攻擊嘅成本咧就極之高。如果你想改變歷史咧，你就要打贏全世界嘅礦工，咁幾乎冇乜可能。咁 Proof of Stake 啦，就要靠經濟懲罰去維持秩序。咁作弊系統會罰錢 slashing，安全性高，但係未有 Proof of Work 咁 tested，要靠節點審計同埋社群嘅共識。第三就係去中心化程度。Proof of Work 就表面比較開放啦，其實參加嘅門檻極高，要買礦機，要有資源，要有電有冷氣，咁出現咗礦池集中化嘅問題。咁相反，Proof of Stake 入門嘅門檻比較低，任何人只要 stake 夠最少嘅要求咧就可以參加啦。但係咧就越有錢嘅人咧就越嚟越有錢，越容易俾人選中，咁雙邊就出現一個富者越富嘅情況。第四就係速度同擴張性。咁啊，Proof of Work 速度比較慢，擴展性比較難。每一個區塊處理交易嘅數量都有限啦，咁所以比較適合做一個儲值，但唔係好適合處理大量日常交易。咁另外一邊，Proof of Stake 交易處理速度比較快啦，仲可以連接住 Layer 2嘅解決方案，令到成個擴展性咧就更加高啦。咁究竟邊個比較好咧？Proof of Work 就係最穩陣、最 tested 嘅系統，咁比較適合做一個數碼黃金，好似 Bitcoin 咁樣。咁 Proof of Stake 咧就係更加高效、更加開放、更加適合一個建設應用嘅生態，適合上支援 NFT 啊、DeFi、DAO 等等嘅功能嘅鏈。所以唔係話邊個贏晒，而係邊個適合做啲乜嘢。儲值咪 Proof of Work 咯，建平台咪 Proof of Stake 咯。咁講咗咁多，我哋總結一下，其實 Proof of Work 同 Proof of Stake 唔係話邊個贏邊個輸，而係佢哋解決緊唔同嘅問題，適合唔同嘅場景。Proof of Work 咧就注重安全、穩定、抗審查，適合做儲值工具，例如 Bitcoin。Proof of Stake 咧就注重效率，參與門檻比較低，適合做一啲結構性應用，例如 NFT、DeFi、DAO 等等。咁你可以咁理解，Proof of Work 係守護資產嘅城牆。厚重但穩陣。Proof of Stake 咧係一個推動新創嘅高速公路，靈活但要管理好交通規則。Web3 世界咧唔係 one size fits all 嘅，而係百花齊放，視乎你想打造點樣嘅未來。咁我問翻你，你覺得未來應該係以邊一種共識經濟為主？歡迎喺留言話俾我知你點睇。中意呢啲深入但係又簡單容易明嘅內容，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comment。我哋會繼續用最貼地嘅廣東話嚟講最複雜但最重要嘅加密知識。我哋下條片再見。
拜拜。